早晨啊，廈門！旅行嘅第二日，我哋決定用最道地嘅廈門味開啟，嚟到咗呢間深受當地人喜愛嘅味友餐廳。佢哋嘅鴨肉麵線、香酥軟殼蝦、海泥煎，全部都好好食。喺靠窗嘅位置坐低，睇住窗外嘅碼頭同埋海景，呢餐早午餐食得特別有儀式感。嗰日上午都有毛雨，我哋冇去鼓浪嶼，但由餐廳睇對岸鼓浪嶼嘅建築都好有度假嘅氛圍。食完嘢，我哋沿住碼頭附近錯落有致嘅海旁街道漫步。呢度嘅每一塊磚牆、每一扇窗，都好似喺度講緊老廈門嘅故事。特別推薦呢段同文頂嘅石梯，紅花綠葉配上復古嘅瓷磚設計，點影都好睇。下午返到中山路步行街，呢度簡直係吃貨嘅戰場。黃則和花生湯，甜而不膩，花生入口即化，不愧係百年老店。亞吉仔，各種傳統餅類，送禮自用兩相宜。葉氏麻糍，現點現做，軟糯 Q 彈，花生碎嘅香氣喺舌尖炸開。仲有香氣撲鼻嘅鐘麗君滿煎糕，趁熱咬一啖，滿滿嘅幸福感。行到攰，夜晚決定喺飯店叫美團外賣。我哋揀咗幾樣抵食又好味嘅細細份小菜。雖然係喺房間入面食，但呢份自在同埋美味，為充實嘅第二日行程畫上完美嘅句號。廈門嘅節奏好慢，慢到令你願意花一整日去感受街頭巷尾嘅煙火氣。第三日仲有啲咩驚喜？我哋第三日見啦！